肝炎係由不同嘅肝炎病毒引起嘅疾病，而其中有3種較為常見嘅肝炎病毒，分別係甲型、乙型同丙型。急性肝炎嘅病徵包括有肌肉同埋關節痛、發燒、食慾減退、作嘔作悶、腹痛、眼白變黃、小便深色、大便呈泥土色同埋皮膚痕癢。首先，甲型肝炎嘅傳播途徑包括糞口傳播途徑，例如接觸或者進食受感染者糞便污染過嘅物件、食物或者水；經性接觸傳播，例如舔肛。不過，由血液傳染嘅機會就極為罕見。成人出現嚴重病徵嘅情況比兒童多見。第二，乙型肝炎嘅傳播途徑就包括有性接觸傳播，例如精液及陰道分泌物；血液接觸或者同其他人共用針筒；使用咗受污染嘅打針工具，亦都會係傳播途徑之一。第三，丙型肝炎嘅傳播途徑就只會通過血液接觸先會傳播得到，例如係同其他人共用針筒、使用咗受污染嘅打針工具，又或者係一啲粗暴嘅性接觸、玩 BDSM 等等。甲型肝炎嘅潛伏期大約係15至50日，而乙型肝炎嘅潛伏期係由60至150日不等。丙型肝炎嘅潛伏期就會再長少少，由14日至到182日。而以上3種嘅肝炎都係可以用血液測試嚟檢測得到嘅。甲型同乙型肝炎暫時係冇藥物可以根治到，但係有藥物可以去減輕同埋治療病徵。只要多啲休息，保持身體健康，飲食均衡，就可以自我痊癒㗎喇。同埋甲乙型肝炎係有疫苗可以接種。甲型肝炎需要分開6至18個月裏面一共打2針疫苗，有效期20年。而乙型肝炎嘅兒童疫苗係要由6至18個月之內打3到4針，而成人疫苗就需要由6個月之內打到2至3針。乙型肝炎疫苗係終身保護㗎。相反，丙型肝炎可以透過服用8至12個星期嘅口服干擾素、聚乙二醇干擾素、利巴韋林去治療，但係就冇疫苗可以預防得到嘅。如果感染到乙型或者丙型肝炎而冇作出適當嘅治療，而演變成慢性肝炎嘅話，係有可能發展成為肝硬化、肝癌或者肝衰竭。但係甲型肝炎就唔會有演變成慢性肝炎嘅風險。最後，如果丙型肝炎合併愛滋病病毒，係會提高肝衰竭同因肝病而引致嘅死亡風險。肝病嘅肝病治癒率都會變得相對有限，亦都會比較容易受到愛滋病病毒藥物治療所帶來嘅毒性影響。